2001年7月，一架从北美飞往华夏大陆的空客 A340客机在飞抵大陆时失去联系，机组成员及乘客共计261人神秘失踪，历时3个月搜救无果。当年判断客机坠毁于海洋。今日这架失踪25年的 A340客机神奇地飞抵临海国际机场，引起全网关注和热议。老天爷跟我开了个玩笑，在飞机上就睡了几个小时，竟然过去25年，才过上25年的开挂人生。你又给我开这么一个天大的玩笑。肖先生，你是所有失踪回归人员里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心理问题的人，3天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发生的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几个小时而已，自然没有问题。回家，我本就是个孤儿，孑然一身，25年的变化对我来说根本不在乎。这肖图不是一般人呐，他居然在临海市浦东区囤了2000亩地啊！这家伙银行账户里的数额加上外汇达到了3亿之巨，不简单呐！不但如此，这肖图收藏过大量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已经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馆。他还拥有茅台集团5%的股份。按照现在的市值，5%的茅台股份也是900多亿啊！此人的财富轻轻松松进入华夏富豪榜前10。小王，上头有指示，你立马过来开个紧急会议，关于失踪回归人员消毒的问题。此人资产惊人，比较棘手。明天得交8000块的房贷，弟弟妹妹们，可以帮帮大哥我吗？实在是没招了。大哥，你知道我现在谈了个女朋友，正是花钱的时候，我那点工资都掰成2份来用，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哥，我现在正闹着离婚，家里的钱根本就拿不到。哥，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实习生工资能活命就不错了，哪有余钱啊？大哥，我在搞游戏直播，现在还没有什么人气，等我火了之后，把贷款全给你还上。没事，老公，实在没办法，晚上我给我爸妈打电话借点儿。咱们房子首付都是他们出的，付个把月房贷没问题的。弟弟妹妹们，老婆儿子们，都怪我，母亲生下我们5兄妹，早早离世，那个素未谋面的生父也在25年前死于空难。作为长兄，我应该照顾好你们的，现在日子过得如此寒酸，我对不起你们。大哥，要怪就怪咱们那个死鬼老爹，你说他要是个有钱人多好啊，就算走了，好歹留点家底儿不是？也不至于让咱们兄妹几个过得这么悲催了。消失了25年的 A340客机飞抵临海机场的神奇事件。以下是失踪人员回归的名单：刘云、胡旺、肖图。肖图，这个名字怎么有点熟悉？肖图，这不是咱妈临终前一直念叨着的那个男人的名字吗？对，咱们的父亲就名叫肖图，母亲生前说过，空客 A340，妈以前说过，父亲就是死于这个航班，错不了。肖先生，明天你就自由了。多谢领导。另外，我们还有件事需要跟肖先生核实一下。根据您提供的资料，你是个孤儿，无亲无故。没错，有什么问题吗？是这样的，就在昨天有人跟我们联系，说是肖先生您的家人。经过我们确认，通过了 DNA 比对，可以肯定一个事实：你有5个孩子，分别是3男2女，他们都是25岁，因为他们是5胞胎。其中肖寒是0点前出生，所以身份证上要比其他几个大一天。什么？我有孩子，还是5个孩子？肖图你好，这位是上头派来跟你对接的叶部长。由于肖先生的资产巨大，且对国家博物馆和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我被特派来帮你回归现代社会。肖先生，这是你5个孩子的资料。另外，很遗憾地告知你，李曼女士已经在7年前不幸染病去世。肖图，你会一直爱我吗？别说话，享受现在。小图，你为什么要辜负我？我肖图身边这么多女人，你不过是过客而已，不要再纠缠我了。没想到李曼给我留下了5个种。肖先生，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明天你就能和你的儿女们见面了。对了，叶部长，我之前的那些资产，肖先生是这样的，当年您失踪后，因为没有法定继承人，所以您的所有遗产全部收归国有。不过您放心，现在您回来了，我们会按照程序把属于您的归还给您。但是根据统计，您名下全国各地房产68幢，还有临海蒲宗林区屯的2000亩地和鹏城高新园区的1800亩地都已经改造拆迁了。怎么个赔偿法？我不动产加上茅台股份和那些收藏品，到今天的价值起码也得4、5千亿吧。不过没关系，就算给国家做贡献吧，2000亿就2000亿。感谢肖先生慷慨大义。由于2000亿元资金涉及巨大，国库会在3个月内分5次向你进行拨款偿还。都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咱们那个死鬼老爹回来了，我觉得作为儿女，咱们是有义务赡养他的。他都没有尽过对我们的抚养义务，我觉得还是好好考虑吧。大哥，咱们5个都穷困潦倒，他25年失踪回归，身无分文，只能是我们的负担啊。大哥小妹，你们不要焦虑嘛，我仔细看新闻了，老爹这次回来还是保持着25岁的身体和容貌，年轻气壮，可以上班赚钱的，相当于咱们家又多了一个劳动力，这是好事儿。脱节了25年，不知道公公适合做什么。咱们小区不正在招聘保安吗？到时候让他去，每个月3000多，起码够他自己用了，起码不会连累我们。上班的事儿也得等他安顿好再说。老爹刚回来，身上肯定没有钱。不管怎么样，我们作为他的儿女，还是得把他照顾好。我觉得咱们5兄妹想方设法凑一笔钱给他，让老爹先过渡。那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早上10点半，咱们一起去接老爹。马上就要和5个亲生儿女见面了。对了，还有2个孙子。哎，区区25岁就要过上3代同堂的生活，这是啥体验啊？初次见面，该给他们一点什么见面礼物呢？幸好这次回国在美国购买了些东西。应该也拿得出手了。走，儿女们应该也来接我了。说好的10点半，现在都11点了，还要我这个当爹的等你们是吧？都过去3个小时了，这帮不孝子儿啊！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没有一个人来接老子。这个人和萧寒这么像，应该就是公公了吧？您是萧图先生吗？我是萧图。我是柳烟，我是您儿子萧寒的妻子。我知道。啊，您知道我啊？公公实在太年轻了啊，看起来比萧寒还年轻。我是喊他爸爸呢，还是叫萧先生啊？爸，您好，初次见面，让您久等了。我倒没事，你呢？刚才跑得太急，摔了一跤，没事的。对了，他们呢？说好的一起来，小叔子和小姑子们实在太不靠谱了，自家老爹都不亲自来接一下。萧寒他们几个工作忙，实在走不开，还有您的2个孙子，今天幼儿园很重要的活动，实在来不了，太对不起您了。不过您放心，他们一下课我就接他们回家和您见面。李姐，那把车开过来，咱们去你妈坟前看看。他们5兄妹可在意婆婆了，这公公在他们心目中还是个没心没肺的负心汉，这就要带她婆婆坟前，他们5个会不会骂死我啊？可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啊，先应付着吧，悄悄的赶紧告诉他们。爸，我和萧寒所有的积蓄买了房，所以没有买车，咱们只能坐出租车去了。我看现在发展的挺快啊，基本应该家家户户有小轿车了。没事儿，走吧。这个月大家的表现我很不满意。这个月我们公司的业绩整体下滑，
我们团队第2季度的业绩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经理，我家出事了，从早上请到现在的假你都不批，现在不得不走了。萧寒，你他妈是不想干了是吧？不干就不干了，我现在非走不可。狗东西，你他妈给老子滚蛋！人事部呢，马上把萧寒给我开除了。师傅，灵山公园，马上给我到咱妈的墓前，她过去了。母亲因为你艰辛悲苦一生，你倒是消失了25年，你知道这些吗？恭喜李曼女士喜得5胞胎。小图，小图，你若不乘坐那班客机，母亲就不会一生如此艰苦，还没有享过福就撒手人寰。都到了，咱们赶紧上去吧。没想到这个死鬼老爹第一时间就来看妈妈，看来他心里还是有咱妈的。也许我们错怪他了。没错，飞机失事也不是他愿意的。这样想来，我们早上没有按时间去警察局接他，挺对不起他的。这不是从未见过面，不知道怎么面对吗？相信咱们老爹能理解我们的。我们快些上去见咱们爸爸。对不起，我消失的这些年，你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到最后你还是没有过上一点好日子就倒下了。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好痛。当年你若把怀孕的事情告诉我，就不用过那些苦日子了。即便我消失了，遗产也会在你手上的。也怪我，当初跟你说了那些狠心的话，我真不是人。你们都来了，你是萧寒吧，我的长子，你是老二萧红，比照片上胖点儿，我的长女萧林，我这是快有外孙了吗？真好。萧远，老四，资料里你是体育生，果然很健壮啊。萧女儿萧婉莹，你的眼眸很像你的母亲，都这么漂亮帅气，看来我的基因还是很强大的嘛。爸，哎，当年你为什么抛弃我们的母亲？我对不起她。老公、老二、三妹、小远、小妹，咱们给妈上炷香吧。没想到儿女们过得这么惨。来喝水，爸。爸，您肯定饿了，我这就去做饭。都先别急，初次见面，我得给你们一点礼物。这些本来是送给你们的母亲的，现在转送给你们，也算是一份迟到的礼物。你们打开看看，喜欢吗？刘嫣，这是你的。这么大的钻石，做工这么真，就算是仿的，也得好几百块吧。公公也算有心了。谢谢爸。你们也打开看看，看看喜不喜欢。这东西仿的不错呀，别说出来是假的，我们知道就行了。不过确实挺好看的。谢谢爸，我很喜欢。我看小妹这个样子，也是喜欢的不行了。喜欢喜欢。萧寒、萧红、萧远，这是你们的。爸，你太破费了，这手表应该比他们的首饰贵吧？上千块是要的，戴上很有面子，这气质一下子就起来了啊！
太喜欢了。我们三兄弟同款手表，哈哈。这帮不识货的傻小子们，上百万的东西到你们手里就成廉价货了，是得让你们多见见场面，免得让别人笑话。爸，放学时间到了，我得去幼儿园把你的2个宝贝孙子接回家了。去吧，我也想快些看看我的孙子们。25岁当爷爷，是不是就要过上带孙子的生活了？你们过得太不容易了，从今往后，你们都是富二代了，彻底摆脱这些穷困潦倒的日子。银行入账400亿元，400亿，开局就王炸呀！我现在要不要告诉儿子和女儿们，你们的老爹实际上是1000亿富豪，手机里的钱多到几辈子也花不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承受得住这突如其来的富贵。家里这么困难，怎么安顿公公呢？不知道他习不习惯楼下包吃包住的保安工作，还是先让公公休息几天再说吧，到时候再安排他去当保安。莫离莫白，这就是你们的爷爷，快叫爷爷。这就是我的2个孙子啊，真是太可爱了，长得也俊。来吧，来爷爷这里，爷爷给你们带了礼物呢。来，笑声爷爷听听。爸爸，他真的是我们的爷爷吗？同学们的爷爷都是白头发有皱纹，为什么我们的爷爷这么年轻？你爷爷吃了唐僧肉哦，长生不老。哎呦，太好了，爷爷你比爸爸年轻，以后你陪着我们玩。他太老了，都不懂我们喜欢玩什么。爷爷，谢谢你的玩具，作为报答，我给你捶背。爸，这是我们几个给您准备的，卡里有5万块钱，密码就是你当年失踪的年月日。您刚回来，很多东西都要准备准备，身上放点钱，我们也安心。不用，我有钱的，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我真的有钱。你们这帮小子是真不知道你们的老爸我多有钱呢。不过你们有这个孝心，我还是很高兴的。爸，您还是拿着吧，现在房价高，租个房都要1-2万，这只是我们作为儿女的一小点心意。等我们赚大钱了，拿更多的给你，让你享清福。哎，好吧，但我真的有一点点钱。是，我们知道你真的有一点点钱。好吧，你们的孝心我领了。1000亿富豪的我还能让你们缺钱花吗？收你们这点钱穷不了你们的。孩子们对我还是很孝顺。李曼啊，李曼，你把儿女们教育得这么好，可惜你不在，我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那就把所有弥补在儿女们身上吧。明天我就跟他们坦白，我是一位1000亿富豪，以后住别墅开豪车，不用再过窝囊的生活。就这么决定了，不管你们争气不争气，就算是败家，我也让你们败。我倒要看看是你们败家的速度快，还是我赚钱的速度快。等等，我记得资料上大儿子萧寒的生日还有几天就要到了，他是在永汇超市总部上班，那我得出去一趟了，给我儿子准备一份生日礼物。肖老板，您真是财大气粗啊！我只是开价5000万收购我们的总公司，你不讨价还价，直接出价1个亿，牛，实在是牛！我只有一个要求，公司转到我的儿子萧寒的名下，而且公司暂时不要惊动到他，到时候我要给他惊喜。没问题，那咱们在收购合同上签字吧。儿媳妇儿，他们都上班上学去了。是的，爸。儿媳妇，发生什么事了？萧寒那小子欺负你？爸，萧寒被开除了。昨天来接你，他顶撞了领导，公司新换了领导，说什么都要开除他。
你说咱们一家子开销这么大，房贷、孩子学费，他要是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啊？妈的，现在我儿子就是他们公司的老板，还能被开除，倒反天罡了。我去一趟他们公司。你说不干就不干，你把公司当什么了？经理，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养一家老小，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昨天不是这么硬气吗？这会儿就来求我了？咱们公司老板虽然换了，但我依旧还是总经理，我想开谁就开谁，你他妈给我马上滚蛋！谁他妈胆子这么肥？老子的儿子也敢欺负？你他妈又是谁啊？你说什么？死胖子，你骂我爸？你说这个年轻人是你爸？我靠！你在哪儿找了个比你还年轻的野爸？还是你妈厉害啊？满嘴喷粪的东西，少打！好样的，儿子！好，敢跟老子动手是吧？你们完了！喂，来几个保安，我这里有人闹事儿。等着吧，有你们好看的。爸，事情闹大了，我自己来处理。儿子，别怕，我们就好好的等着。萧寒，你哪找来的野霸？竟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邹总可是我姨父家的二表姐家的女儿的老丈人，在这个公司里，你还斗不过我。我说开除你，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你是换了新领导了？没错。你怎么不怀疑新领导和我有更硬的关系？就你这样的，能认识什么大人物？就算换了新领导，那也是邹总的朋友。邹总一句话，新领导照样要给我面子。你们两个穷逼，不要口嗨了。给我把这两个人丢出去，出任何事情我担着。这个公司里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情。在你们动手之前，最好想清楚，我萧图是不是你们动得起的人？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是吧？经理，要不要向邹总确认一下？给我动手！这两个屌丝能是什么大人物？你要笑死我吗？都是打工的，何必呢？对呀，我就领着3000几的工资，有必要这么拼吗？经理，要不还是问一声邹总吧。不需要。哼，他不打，我来打。喂，肖先生。老邹啊，你们公司的一个胖子经理现在把保安们叫过来，想对我动手呢。什么？这个死胖子吃了豹子胆了，竟敢对肖先生不敬！肖先生，劳烦你把电话给他一下。这个肖图到底是什么人？竟真能打通邹总的电话？邹叔啊，这个叫肖图的人来公司闹事，我这不叫几个保安教训教训他吗？死胖子，你他妈找死是吗？肖先生你也敢冲撞，赶紧道歉！邹叔啊，是那个肖图先打我一耳光啊，我肯定不能就这么算了啊！打死你活该！你赶紧跪下给肖先生磕头道歉，得不到他的原谅，我也保不住你，你这回吃不了兜着走了。你全家人都靠我的关系来公司上班，肖先生只要发话，你全家人都得被开除。邹叔啊，这个肖图到底什么来头啊？连你都这么怕他吗？真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肖先生说过，收购公司是给他儿子的生日礼物，在那之前不能透露，还不能明说。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把电话给肖先生。喂，老邹啊，肖先生啊，实在对不住啊，这个不长眼的东西胆敢跟你撒野，你要怎么处置？我立马安排。哼，刚才他嚣张的不行呢，喊了一帮保安要打我们父子俩一顿，还说非得开除我儿子，我看看怎么处理啊。要不就按你说的，把他们一家子都开除掉吧。好，肖先生，就按您说的办。还有啊，老邹，公司的保安都在跟前，这回能听我调度吧？
你说话他们能听见，你发句话吧。保安队长，你们所有人这会儿听肖先生的安排，听见没？是，邹总。邹叔，救我啊！咱们可是亲戚啊！我们都被开除的话，整个家就毁了。去你妈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你看我搭理你吗？不长眼的东西，自生自灭吧！肖先生，我错了，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不要开除我和我的家人。我狗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将我当成一个屁放了，求求您了。你现在的气质跟之前的气质差别太大了啊！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你这种人，得势绝不饶人，我不会给你机会。保安队长，将这个死胖子暴打一顿，然后将他和他的家人全部赶出公司。肖先生。走吧，儿子。现在你先代理这个经理的职务，把工作安排一下，咱们回家。好，爸。爸，您今天真是太威风了！你是不是跟我们公司的新老总有关系啊？给这小子的生日礼物，先不跟他说，到时候给他惊喜。没错，我跟你们公司新老总关系确实不一般。可不是嘛，新老总是我儿子，这关系还能一般吗？太好了，爸，那我的工作就保住了。老公，我替咱爸问了几个工作，保安、送水、洗车，你说哪个工作适合他呀？先让他休息几天再说吧，你这也太急了。我这不好心问问吗？你说咱们家压力这么大，咱爸还年轻身体好，给家里分担一下也是好的嘛。儿子儿媳妇，你俩在嘀咕啥呢？爸，我是在想您休息好了后闲着也是闲着，就提前帮您问了问工作，当保安、送水、洗车，你喜欢做啥？我堂堂一个千亿富豪，你们居然叫我去当保安、送水、洗车，开什么玩笑？看来要早点跟你们摊牌了。现在把萧红、萧林、萧远全部叫回来，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一下。爸，萧红和萧远还在上班呢，萧林在家也有他自己的事儿，有什么事儿还是等他们忙完了再说吧。能有多大的事情，不都是为了生计吗？都没有我要说的事情大，赶紧打电话。三妹，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哭成这样？嫂子，陈一凡那个渣男不是人，在外面有小三儿了。陈一凡这臭小子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能这么欺负人吗？敢欺负我女儿，找抽！女儿，爸替你撑腰。爸哥，嫂子，咱们斗不过他家的，算了吧，就当我倒霉。他家开公司那又怎么样？之前你不是跟我提过，如果离婚他会给你肚子里的孩子300万的抚养费吗？既然他赶你出来了，咱们现在就去把这个钱要过来。你嫂子说的没错，你赶紧打电话跟那个小子约个地方见面，把事情说清楚。叶部长，有件事想麻烦您。肖先生，请说。现在下午5点，银行来不及了，帮我取1个亿现金，还要大量黄金。肖先生，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没什么，私人小事，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好，什么时候需要送到哪里？我发信息给你。陈一凡，你个畜生！亏我这么喜欢你，居然找小三儿！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我知道我对不起肖林，这是说好的300万抚养费，前几天就想给他的。肖林，是我对不起你。我呸！你个人渣！你就是陈一凡。你是谁？我是萧林他爹，萧图。我听萧林说过他爹失踪回归的事儿，本来这2天该去拜访的。你还算个男人吗？我女儿刚怀身孕，你就抛弃她？我只能说对不起，这300万你一定要收下。哎呀，这么大阵仗！你跟踪我？跟踪？我还偷听了呢。还好提前做了准备，否则你小子的算盘就打成了。为了给老陈家留后路，居然舍得和这么美的老婆离婚。也是，只有假离婚才能保住这。混蛋，你给我住手！去你丫的！我就知道你小子还有点钱，
300万啊！以为把钱给前妻，欠我的账就平了？那几份合同是我动的手脚，专利也是我找人吞的，公司的账也是我搞的。之前还以为你是书呆子，没想到居然会转移财产。不过没用了，以后你的公司就是我的了。你所有钱都要用来还我，包括这300万。一帆，你没有去找小三儿，没有出轨，对不对？你之前说跟林雨杰合伙开公司，是公司出问题了，对不对？到底怎么回事？我被人骗了。他们收购了一个专利，因为眼红赚钱，他就设局陷害小凡贪污公款，还逼迫小凡还钱。什么？这家伙陷害小凡非法经营，他们背景深。小凡他是怕坐牢连累肖林，才跟我们商量要离婚，撒谎说出轨。别说了，妈。对不起，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我只是不想耽误你，不能看着你为我守活寡。原来我们都误会我的女婿了。一个个苦大仇深看着我干嘛？是他欠我800万，你还有贪污非法经营，牢饭他吃定了。我林雨杰说的。兔崽子，跟谁说话呢？你算个什么东西？哟，你又算个什么小可爱？找他！来，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那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放心吧，有爸在。爸，你这是……谁想欺负我女儿女婿，我拿钱砸都砸死他！兔崽子，知道我以前是什么身份吗？敢跟我这么说话？哥几个，弄他！大老哥误会啊！肖先生，这里是1亿01元现金和1000根999足克金条。领导指示，我们全程听您指令。我的妈呀！我怎么不疼？果然是在做梦。傻孩子们，你们老爹我是个超级有钱人。我萧图的女儿亿万挑一，贵不可言；我萧图的孙女千金闪耀，无人可比。我走了25年，现在回来3代同堂。本来我知道女儿结了婚，有了丈夫，我应该祝福。我的祝福便是这些迟到的彩礼。这份彩礼代表我的女儿亿万挑一，1000根金条则代表我的孙女乃是千金小姐，是外公给外孙女的出生贺礼。幸好我对萧林是善意的谎言啊！至于你，信不信我想弄你，就跟收拾一条狗那般容易。我要包厢里那些不知死活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一凡，看在你我是发小的份上，救我！岳父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啊？一个电话就能让人被带走？放心，不会让你死。你所有违法违纪行为，最少让你吃7、8年牢饭。带走。好了，你现在碰到的麻烦都不是问题了，所以你还要跟我女儿离婚吗？不离，我爱小林，我不能失去他们母女。行了，看把你激动的。两位亲家，第一次见面，鄙人消毒。亲家，谢谢你，要不是您，一帆就要去坐牢了。都过去了，只要他们俩感情好就行。这是我女儿的嫁妆，当年他们结婚我没在，现在我既然回来了，
这嫁妆自然要补上了。这也太贵重了。不多不多，女儿在我心里是无价的，这些都给他们，以后我们2家就是一家人了。我不是做梦吧？咱爸真的这么有钱？我也像在做梦，可是这些都是真的。那我们岂不是富二代了？大哥大嫂，你们说咱爸到底有多少钱啊？小林的嫁妆就出手如此惊人，他账户里的钱肯定比这些还多得多。更恐怖的是，老爸一个电话，那些保镖就听他的指令了，简直强的没边啊！没想到老爸是亿万富豪，亏得我还跟老爸找保安送水的工作，真是丢死人了。老爸在心里肯定笑话死我了。我们先不回家了，那我们去哪儿？去看房子。现在咱们家这么多人，你总不能让我和你小妹都睡沙发吧？现在去买房，天都黑了，哪个售房部还没下班呢？谁说大晚上就不能看房的？儿子，记住了，这个世界特权无处不在。什么是特权呢？就是当你银行卡里有上百亿的时候，这就是特权。咱爸说的对，爸，我知道一个小区，地段不错，价格也合理。其实我们住偏一点的地方也可以的，便宜点儿，爸的钱肯定也来得不容易。要看就看临海市最豪华的别墅，走。爸，我是做房产销售的，认识里面一个哥们儿，熟人的话至少不会套路我们嘛。走。方哥，好久不见啊，这是要下班了吗？这人是谁来着？哦，想起来了，卖普通小区房的一个小销售。他来买别墅是不可能的了，不会是来麻烦我什么事的吧？找我有事吗？方哥，我这不是带着家人来看看房子吗？帮我们介绍介绍。他能买得起，肯定是来看热闹的。不好意思，我们下班了，明天再来吧。方哥，一套提成10几万，这钱你不挣？老弟啊，不是哥看不起你，这种地方的房子哪里是咱们这种普通人能买得起的呢？动辄上亿，你总不能兜里揣着几十万就来看这里的房子吧？这样吧，老弟，你要看房，我让咱们别的销售带你看看，也别说当哥的驳你面子。小刘，这里有客户，你带他们看看房。年轻人，你是觉得我们买不起对吧？先生，我可没有这么说，不过我还是挺赞成普通人多见见世面的。刘倩，招待好客户。请问你们要看什么户型？来，咱们这边沙盘看一看，挑中了我带你们过去看现房。姑娘，房子我在手机上已经看过了，很满意。你把你经理叫出来，我们直接办理购房手续，提成算你的。好嘞。哎，现在的人啊，越穷越能装逼，装到后面真不知道怎么收场啊。有人要出洋相，看来有好戏看。您好，肖先生，我是华州君庭的总经理林雅丽，叫我小林就可以了。你好，我叫肖图，我现在需要购买你们这里最高档豪华的别墅。肖先生，咱们这里的最豪华的套楼是5、6号院的3套限量别墅，有大面积的花园、游泳池、地下室酒窖，别墅内还装有室内电梯、地缘热泵系统、按摩池。不用介绍了，购房合同拿过来，马上买。这么豪的吗？房都不看了，这一单也太容易了吧？肖先生，您看看是全款还是按揭？如果是全款的话，现在还有很多优惠活动呢。全款，说说看什么优惠和价格？能全款买这里别墅的人屈指可数啊！今天算是遇到大富豪了。肖先生，这3套户型是一样的，选购任何一套都享受8折优惠，原价4.5亿，只需要3.6亿。现在就购房的话，还送劳斯莱斯幻影和玛莎拉蒂总裁2辆车，价格还挺优惠。行，那我买5号院和6号院2套。肖先生，我没听错吧？你是现在全款一次性买2套吗？有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肖先生，既然你这么爽快，我的权限内给你多送1辆豪车，一共就是5辆，全是现车新车。装，继续装，狠话环节随你发挥，我就等着看打脸环节。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只要答应了，马上刷卡付钱签合同。肖先生，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这2套别墅的业绩算在这个姑娘头上，同时，我不想再看见方子强，开除她。
能2套别墅，我也能提点20几万，开除个销售当然不打紧。没问题，肖先生，签了合同我来处理就行了。你当真能买2套？不用我们经理动手，我自己找。只是，你们全家人能凑出100万吗？还想买高档别墅？哈哈哈哈，用嘴买吗？2套别墅就是7个多亿，他刚拿出1个亿给肖林当嫁妆，公公真的有这么多钱吗？这个姓方的真是狗眼看人低，老爸能轻松拿出1个亿和1000根金条，我相信他能做到。一出手2套别墅啊！我就想看这个方小强被打脸的样子，老爸别让我失望啊！小林，用最快的速度直接走流程吧。好，肖先生稍后。肖先生，2套别墅打完折共计7.2亿元，劳烦您刷一下卡。肖先生，请输入您的密码。演戏挺全套啊，是不是马上就要说密码错误，然后找借口说忘记密码了？不可能，绝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那么有钱？大别墅，大别墅，我终于有大别墅了！不是梦，简直太感人了！咱们家真是藏了个财神爷，我终于要起飞当富二代了！别墅豪车一下就有了，我还实习个屁呀！钱，全是钱啊！咱爸的钱是工厂流水线打印的吧？这回彻底完了，惹到这样的大人物，岂止是工作没了，想在临海市立足都不可能了。林经理，这臭小子怎么还在这儿啊？方小强，你被开除了，明天不用来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肖先生，手续已经办理完成了。今天太晚了，明天过后你们随时可以来办理交接，顺便把5辆豪车选好。肖先生，太感谢您了，我这一下子就有业绩了，提成都有20多万，让我请您们一家子吃顿大餐吧。不用了，姑娘，我们刚吃过。林经理，我们先走了。咱们赶紧回家吧。刚才我发信息让小林去接莫林和莫白，他一个人大着肚子在家照顾他们2个调皮蛋，我不放心。回什么家？让肖林带着2个孙子马上打车来香格里拉酒店。啊！这是临海市最奢侈的5星级酒店，最便宜都得好几千。这么贵啊！咱爸带我们来太浪费了吧？给我开你们这里的总统套房。好的，先生，12万8。刷卡。老公，别说总统套房了，我连5星级酒店都没来过。每一处都是享受，有钱就是好啊。有钱人的生活真爽。哇，这红酒味太正了，我也尝尝。确实正。哎，你慢点喝。我的天，这可是罗曼尼康帝，红酒界的帝王。多少钱？82年的，现在售价3万美金。你刚才这一口就喝掉了几万大洋。哎，你干啥？那啥，开都开了，咱们老爸这么有钱，应该不介意的吧？咱爸有的是钱，我们就应该过这种生活，享受就是了。二哥，你看看这支酒又是什么？人头马路易13天韵干叶，20万一支。儿子们、女儿们都出来，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
儿女们，有件事我要郑重的告诉你们，你们的老爹我是千亿富豪，钱多的你们几辈子都用不完。以后你们一个个不要再过窝囊的日子了，都给我挺直了腰杆，住别墅，开豪车，用奢侈品，吃最高端的食物。我的妈，千亿富豪啊！我真的一不小心就嫁入了顶级豪门了，太幸运了！我知道，以后我们几个都是超级富二代了呗。这不是做梦，这不是做梦！希望明天醒来，希望明天醒来，我还是豪门千金，千金。昨晚大家都睡得好吧？爸，一晚上10几万，睡不好就怪了呢。我睡得相当好，醒来不是梦，这感觉就好的不能再好了。昨晚睡觉的时候，小妹跟我说，咱们家有2套顶级豪华大别墅了，我激动的一晚上没合眼。华州君庭的林经理打电话来说可以办理手续了。萧寒、柳烟，你们把身份证发给我。你要我和媳妇儿的身份证干嘛？2套别墅都非常大，一套家人一起住，另一套给你们2口子买的房子，当然要登记你们俩的身份证。什么？就1套房而已，就当做是我送你们夫妻的结婚礼物，一份迟来的祝福。祝福你，我的嫡长子。爸，这太贵重了，4.5亿的豪宅，我的天啊，很快就归我家所有了，简直太幸福了。萧寒吃苦这么些年，幸好我坚持下来了，要不然现在跟萧寒一起享受这天大幸福的人，就是别的女人了。一家人，客气的话我不想听第2遍。那谢谢爸了。都吃饱了吧？今天你们就一个任务，在今天日落之前，必须每人给我花光1000万。嫂子，怎么样？我现在的气质像不像一个豪门千金啦？像，很像了。今天真是太爽了，疯狂购物，根本不用考虑价格。今天还是没有完成任务啊，我们大家都只花了100多万，离老爸的给我们的指标还远着呢。是啊，你看1000万我们想方设法都花不完，咱家是千亿豪门，这钱该怎么花呀？你们先上楼去，我有点事儿，待会儿回来。爸，那你忙完了赶紧回家。萧大哥，25年了，终于看见你了，我都老了，你还是一点没变。叶鹏，见到你真好。萧大哥，你不在的这些年，他们全部叛变了，现在你回来了，要不要收拾他们？兄弟，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实在无路可走，来我的公司上班吧。叶鹏，你相当有潜力，以后就跟着我混，我带着你走上人生巅峰。叶鹏，公司扩建，所有钱我出，给你30%股份，好好一起干。肖大哥，这些兄弟都是得力干将。根据你的策略和手段，我们已经间接控股华夏国数10家龙头企业的50%股份，我们现在堪称财团了。他们是不是把我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瓜分了？当年你选的这批人，如今夺走了你的劳动成果，都上了福布斯富豪榜。所以，他们很害怕我回来，害怕我夺走他们的一切，对吧？他们是群狼，你现在刚回来，手里没有资本跟他们斗。你失踪之后，我想办法把你70%的原始公司的股份收购了，如今将公司还给你，这原本就属于你的。不用了，那公司就算送给你养老了。肖大哥，你这是要放过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吗？当然不，我可不是圣人，霸占了我的东西，自然要给我还回来。肖大哥，我永远站在你这边，你说弄谁，我就弄谁。别来你的江湖义气那套，我有我的方式。老二，你是搞房地产的，你看咱家现在这个情况，华州君庭那边的房子也需要重新装修，起码还要几个月的时间。你呢，这2天去市里找套房子，够咱家所有人住一起，环境好点。我知道了，我最近上网老是看到一个叫国民男朋友的王大少的消息，那家伙的老爸是万达集团的老总，身家也有几百个亿，是个富二代，所以一直在浪，时不时就有些八卦新闻爆出。我觉得啊，萧远就有当个国民大少的潜力。
爸，你别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有那么差劲吗？你是我儿子，谁敢说你差？总而言之，你最近这段时间，你就先提前尝试尝试如何当好一个纨绔二代吧。儿子，刚给你转了2000万，钱花完了跟我说，我只有一个条件，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能多管库就要多管库，我都会支持你。那啥，咱们老爹不会是脑子出问题了吧？今天全是老爸在花钱，而现在2000万实实在在的在我自己的银行账户里，太爽了！我可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钱，我有钱了，我有钱了，2000万啊！四哥，还钱！不就借了你几千块钱吗？我还你1万，不用找了。哼，老爹为什么不给我2000万？我都这么有钱了，肯定要出来开酒店享受了，不用挤在大哥那小房子里了，真舒服。对了，还欠凯哥1万块钱呢，2个月前出了事，找所有同学借钱都借不到，只有凯哥借给我了。不愧是跟我上下铺的好兄弟，这小子讲义气啊，我也不能对他不薄。喂，老孟，是我啊。前2个月你不是要买房吗？解决了没？还没呢，差了20万。小远，我不是催你还钱啊，你别管我这边。我听同学说你又换工作了，不会又没钱了吧？哎，兄弟，我现在也是有点困难，不过支援你这几千块钱还是有的。老孟啊，我打这个电话可不是为了跟你借钱的，行吧？我摊牌了。实际上我是个100亿富豪的亲儿子，我们家有钱着呢。你现在不是缺钱买房吗？我把钱还给你，再借你10万，算了，100万够不够？你个臭小子，拿我开涮是吧？你等着，过2个月我出差到临海，喝不趴你，我跟你小子姓。我操，萧远你个混蛋，你瞒得我好苦啊！你丫真是个富二代啊！怎么样，100万够不够？不够跟哥说，再支援你个几百万，做生意都没有问题。我操！好嘞，先这样了，哥要去约会了。钱啊，真是个好东西。老二，这房找得不错，地理位置和装修档次我都很满意。虽然我补了1000万，一共3000万拿下这套房，还是值得的。我的办事效率，老爸您就放心好了。这套房子真豪华啊！喜欢吧？这套房是挂在你名下的，这是房本。谢谢爸。刚走了个靠关系的胖子，现在萧寒也是个关系户，升到了副经理的位置，真是无语了。必须给他个下马威，不然不知道谁是大小王了。萧副总，来我办公室一下。李总，找我有事儿？把你这2天签字的文件全部给我拿过来，以后你不许签字。我已经通知部门所有人，你签字无效。我最恨通过旁门左道上位的人了，一点本事没有。还站在这儿做什么？今后给我记住了，我是总经理，你只是靠关系上位的副总。以后每次看到我都给我鞠躬，听懂了吗？好的，李总。神经病吧？信不信我叫我爸用钱砸死你？要不是今天我生日，我高低得发火。我给你们5个都准备了生日礼物。老大，你知道为什么那天你们的公司的邹总这么给我面子吗？爸，你不是说了，因为你和新老总关系很不一般吗？我没说错，我确实和新老总的关系非同一般，因为是父子关系。我知道了，新老总是咱们爷爷吗？傻小子，新老总是我的儿子。啊？不跟你们卖关子了，老大，我把整个永汇超市总部都收购在你的名下了，你就是你们公司的新老总，这就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爸，这幸福也来得太快了吧！我现在一个公司的老总了，爸，谢谢你给的生日礼物。知道我现在是老总，早上李达对我阴阳怪气，我就应该修理他一顿。哎，
不过机会有的是，慢慢收拾它。你们4个啊，我都准备了礼物的，不用嫉妒他。老二，你是搞房地产的，我在临海市黄金地段给你搞了块1000亩的地皮，你拿去自由发挥吧。爸，太爱你了！我在临海有块地，岂不是就要成为房地产界的大佬了？爱你爱你。老三，你现在养胎要紧，就先别管事业了。所以我给你的生日礼物很简单，5000万已经转到你的个卡上了。谢谢爸，过段时间给你生下白白胖胖的外孙女。你小子的任务是纨绔，给你弄了临海市几家高端的会所，你是老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爸，既然给我这些阵地了，我肯定不会辜负你的。小女儿，你喜欢直播打游戏，你打的那款游戏的公司，我已经替你入股了，你现在是最大的股东。爸，你这哪里是生日礼物啊，这是给我的通天之路啊！接到上头通知，咱们公司的新老板要来视察我们运营部，大家都给我表现好点，一朝天子一朝臣。新老板要是看不顺眼谁，就直接开除了，那可就是自找的了。高层一些领导跟着钱老板一起走了，我这部门经理也有升职的希望了。待会儿在新老板面前好好的表现一番，只要马屁给他拍舒服了，这些都不用愁了。李经理，这么重要的时刻，肖副总怎么没来啊？姓肖的，这是你自找的。新老板召见都敢擅自缺席，待会儿我打你小报告，再添油加醋说你点坏话，你就得被开除卷铺盖走人了。喂，姓肖的，赶旷工了是吧？现在都还没有见到你人来公司，是不是不想干了？哦，有点事要耽误一下。哟呵，挺忙的嘛。既然你这么忙，不把新老板放在眼里，我会让新老板把你开除掉，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忙你自己的事情了嘛。哦，没事，挂了。萧寒，你小子给我等着被开除吧！老公，这套看起来精神，像个老总。什么叫像个老总？我现在本来就是老总。是啊，老公，真没想到啊，你一下子就摇身变成为身家过亿的集团老总了，咱爸实在太给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当废物富二代，我要以永辉超市为平台，发展成为最厉害的企业家。老公，你本来就不是等闲之辈，现在有平台施展拳脚了，你一定能成为大人物的。权力是个好东西，我得好好用起来。我今天接管公司的第一站是视察我的原部门，羞辱过我的人都得给我滚出我的公司。肖先生，我已经按照您在电话里的吩咐，将您选的爱车办理好手续，开过来交接给您。这是车钥匙。林小姐，能不能麻烦你开车把我送到永辉超市总部大楼？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华州君庭业主，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咱们上车吧。李总，我不甘心啊！我一家人就这么因为萧寒那小子被公司开除了，日子都没法过了。我决定豁出去，在新老总面前摆萧寒一道。你觉得怎么样？赵辉兄弟，我支持你。可是这家伙除了偶尔旷工和业绩平平外，没有什么把柄啊。要不你来一招无中生有？放心吧，李总，我都准备好了。我批了很多假证据，贪污公款，泄露公司机密，辱骂新老板，这些都打印材料了。新老板看了得气吐血，指定第一时间开除萧寒这小子。我在顺势求情，说不准就能回来上班了。干得漂亮，兄弟！你就在楼下等着，应该新老总就快到了。咱们新老总果然气派，不愧是大富豪，座驾都是劳斯莱斯幻影。恭迎新老板！是他？这不是前几天邹总破格升的市场部副经理吗？原来这个萧寒是隐藏在咱们公司的大佬啊！肖总辛苦了啊！您在咱公司这么多年，知根知底，管理起来也轻车熟路。咱们公司接下来肯定是蓬勃发展的。肖总，您在基层这些年，我就看出来您绝不简单。今日看来，我是小丑啊！您岂止不简单，简直就是人中龙凤啊，亮瞎我们的狗眼了。咱们都算认识，客套话就别说了，直接上楼吧。老总，请您留步一下。老总啊，您刚来，有些情况您不知情。靠您的关系升职的萧寒，其实是贪污腐败的家伙。
他做假账，把公司的钱据为己有，还把公司的商业机密告诉竞争对手，甚至还在手机上聊天辱骂您这位新老总，我全部都有证据。老总啊，这家伙把我开除了，这是对咱们公司的损失啊！相信您一定会叫我回来的。萧寒，你狗眼瞎了还是神经病犯了？敢在老总面前说老总的坏话？萧寒就是新老板，那我这不是纯纯找死吗？我惹谁不好，非要惹他呀？滚出我的公司！不要脏了我公司的地板！我滚，我滚！大家都给我精神点，新老总已经在电梯里来了。李经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公司的新老板萧寒，萧总。萧总，您好。很惊讶是吧？这么多年的同事，摇身一变成为了你们的老板，说明咱们的萧总深藏不露啊！萧寒竟然是新老板，我这2天数落他来着，这不毁了吗？现在告诉我，谁是大小王？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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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萧总，对不起，那天是我口无遮拦，嘴贱。萧总，求您给我个机会。从这一刻起，你不再是永汇超市市场部的经理，财务部会给你结算工资，请你带着私人物品滚出我的公司。萧总，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滚！你这几年在公司捞的好处有多少，你自己心里有数。再不滚，就别怪我把你送到监狱了。别，我走。叶小天、叶琴、王道一，你们被开除了，马上滚蛋！我在公司这么多年，哪些人是蛀虫，我很清楚；哪些人跟我作对过，我也不能留。有钱有权的感觉就是这么爽。诸位，我是萧寒，都是老同事了，我就不过多介绍我自己了。留下的人，我会带着大家赚大钱。好，我现在宣布，从这月起，市场部所有员工的薪资上调10个点。萧总太棒了，以后我们死心塌地跟着您干。对。兄弟姐妹们，我不干了，你们继续奋战哦。萧红，以你的能力当经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辞职太可惜了。做销售也没有什么前途，萧红去做更有发展的事业吧，我支持你。周末我们大家聚聚，算是给你践行了。好嘞。萧红，你为什么辞职了？当初就是小倩找朋友介绍我的这个工作，辞职的消息这么快就传到她那儿去了。小倩，你先别着急，我辞职是因为有更好的规划。有件事我觉得还是要提前和你说下。我现在在医院，小红，你快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发生什么事了？你等着，我马上过来。小倩儿，你是不是生病了？你别吓我，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跟你一起面对的。萧红，你个王八蛋，我怀孕了！医生说我体质特殊，建议我要了这个孩子，要不然以后很难怀上了。都怪你，要不是那晚……怀孕了是好事啊！我要当爸爸了。你激动个啥？你不知道我爸妈不同意咱俩的事儿吗？那是之前，我觉得现在你爸妈一定会同意的。之前不就是觉得我穷吗？现在我可是钻石王老五了，他们没有不同意的道理了。萧红，要不我们私奔吧？我们去一个父母找不到的地方，等孩子生下来，生米煮成熟饭，我就不信他们还不同意。不，我们不用私奔。小倩，我去找我爸，让他和我去你家跟你父母提亲。我要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萧红，有件事骗了你。之前你找工作，我说是朋友介绍的，其实不是。你离职的顶峰房地产老板是我的大伯，我爸是宋海峰。宋海峰？临海市身家10几个亿的富豪，海丰集团的宋海峰。他们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说是我要嫁的人必须门当户对，所以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只能私奔。你爸来提亲的话，恐怕会被我爸气得赶出去的。不会的，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爸是消失25年的航班回归人员吗？对啊，你是说过。伯父怎么了？在临海市黄金地段给你搞了块1500的地皮，刚给你转了2000万，钱花完了跟我说，5000万已经打到你的卡上了。你刚才说你爸是亿万富翁对吧？那个，我老爸应该比你爸还要有钱。萧红，你不是被我刚才一番话刺激到了吧？你别吓我。那咱们都先回去跟父母把事情摆在台面上说，看看他们是什么态度。爸妈，你们先别着急出门，我有一件大事要跟你们商量一下。如果你是要说你和那个穷小子结婚的事情，那就免谈。是啊，小倩，临海市比萧红优秀的男人多了去了，你那么漂亮，学历又高，怎么就这么傻呢？一心想着那家伙干啥？你就听听你爸的劝吧。爸妈，我怀孕了。什么？医生说了，我的体质只能怀孕这一次，以后就很难怀上了。想不想抱孙子？你们看着办吧。你是要气死我吗？张妈，快去买点老母鸡，给我女儿好好补补气血。说吧，你的打算。爸，我能有什么打算？我还怕萧红甩了我呢。他敢！你呀你，真是气死我了。爸，现在都这样了，我能怎么办？只能结婚了。混蛋！之前听你说这小子是做房地产销售的。对，不过他离职了。他家是做什么的？他们家就是普通家庭啊。对了，之前那个神秘航班失踪的新闻，萧红他爸就是那架飞机上的乘客之一。现在回来了，听萧红说他爸好像有点钱，所以买房的事情应该没有问题吧？买房？他们家买得起汤臣一品的房。女儿啊，不是你爸我看不起萧红，而是以咱们家的身世背景，萧红那小子真不合适。你说我海丰集团这么大的家业，以后东西都要交到你手上，万一你找个混蛋丈夫受欺负不说，咱们家底儿被他败光了，你爸我做鬼都咽不下这口气啊！爸，萧红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他跟我交往都不知道咱们家有钱呢。说不定是他装的呢。他爸能有什么钱？顶多就是航空公司给他的赔偿，有个几百万都不得了了，就算个暴发户而已，差距太大。你们结婚的事情，我绝不同意。爸，嫂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女朋友怀孕了。这是喜事儿啊，恭喜二弟。好，这么说我又要当爷爷了。可是我们结婚的事儿，他父母可能不大同意。他爸很有钱。他爸叫什么？宋海峰。临海市的宋海峰人品咋样？肖哥，宋海峰这个人算得上是商业奇才，身家10几个亿吧，为人豪爽重感情。不过听说海丰集团最近发展不利，好几块地都没有拿下。总的来说，这个人没有什么。我知道了，居然还看不上我家儿子，我的儿媳的家庭也得先过我这关。看来他家勉强合格。这几天我就带你去他家提亲吧。去宋家之前，我先带你去个地方。记得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吧？1000亩地皮就是这块地了。据我所知，青浦区是未来临海市发展的重中之重，比这儿还荒芜的地皮，拍卖价格都到了20。我走了点关系，15亿优惠价格拿下来的。现在这块地是你的。天啊，我一下子就拥有一块价值15个亿的地皮了，简直比做梦还梦幻。爸，我知道你是给我这块地让我实现远大抱负的，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我要做房地产的大亨。可能计划有变，先成家再立业不迟。你爱宋小倩到什么程度？为了我，他要跟我私奔，宁愿跟家人决裂，我不会辜负他的。走，去哪儿？傻小子，当然是去提亲啊。可是宋小倩的父母肯定会反对的。刚才不是说计划有变吗？先成家再立业，现在上门提亲，这块地就是聘礼，价值15亿的一块商业用地，都跟他宋海峰的身家差不多了。我不信他还能拒绝。怎么，舍不得？当然不，小倩是我的女人，为了娶她，我什么都愿意做。那就走，乖儿子，爸带你去提亲。你说你有这么说孩子的吗？我也是为了女儿好，长痛不如短痛，孩子生下来咱们养，他们的婚事不可能。那你说怎么办嘛？
女儿从小就乖巧懂事儿，现在为了那个萧红跟我们吵架，连绝食私奔这样的话都说出口了。我看女儿这是情根深重，非萧红不嫁呀！混蛋！爸妈，待会儿萧红和他父亲要过来了，你们可要好好说话，别给人家摆脸色，不然我就搬出去住。傻女儿，你要气死我呀！那小子来咱家干嘛？萧红说是带他爸来提亲。他敢？反正我丑话提前说了，你待会儿别把人家赶出去。家门不幸啊！老公，你可悠着点儿，别让女儿面子上难看。我有分寸，你放心，我得好好给这小子一个下马威，让他自己知难而退。爸，待会儿我说什么好？你把人家女儿肚子都搞大了，咱们现在上门，一来是赔罪，二来是提亲。反正你待会儿态度放低一点，端正一点，先道歉再说。至于提亲的事儿，有我。你好，请进。萧红，你来了。伯父您好。丫头你好。小伙子长得不差，也很精神。爸妈，他就是萧红了。这位是萧红的父亲萧图。两位好，我是萧图，专程带着孩子上门来赔罪的。倒是听小倩说过萧图的故事，没想到他这么年轻啊！请坐吧，张妈，上茶。还不快给你岳父岳母斟茶道歉？伯父伯母，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两位有什么怒气冲我来，别怪小倩。亲家，我也给你赔罪了。萧先生，别，我也不敢应你这一声亲家。你儿子有本事啊，把我家姑娘忽悠得团团转，死心塌地要嫁给他呀。亲家说笑了，这不是两个孩子感情深吗？除了赔罪呢，此次前来也是厚着脸皮带着儿子上门提亲的。求亲？萧先生，求亲这事似乎还早吧？这萧家父子脸皮可真厚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想娶我这个亿万富翁的女儿。我能理解二位的心情，当父母的都盼望儿女们好。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但我还是想为儿子来提亲。萧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这对父子又在玩什么花样？要不是怕我女儿离家出走，我非得教训一下萧红，让他俩滚出去。既然是上门提亲，这就是我们萧家给出的聘礼。15亿的商业统地都拱手让入了，这诚意已经够大了吧？伯父伯母，我是真的很爱小倩，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我要迎娶小倩，用一辈子的时光去对她好。萧家的这个聘礼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我身家10几亿的人看得上的东西，怕是没有吧？哦，那我倒要看看你们给的聘礼到底有多大的分量。这绝对不可能！6号地，萧图居然把它写进聘礼里了。萧先生，好大的手笔呀！这份聘礼要是真的，那也太贵重了吧？我刚才打电话确认了，是真的。萧红，伯父做了什么？聘礼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小倩，嫁给我好吗？没想到萧家竟有如此实力，这份堪称天价的聘礼都超过我的身家了。这萧家真是深不可测啊！那些顶级豪门富二代娶媳妇儿，也不过如此了吧？我这个女儿的眼光可真是够毒，我当初怎么就没有看出来萧红这小子是个超级富二代呢？哎，15亿啊！萧红，你不后悔？我当然不后悔，为了娶你，我什么都愿意失去，就是不能失去你。唉，好小子，难怪能把我女儿迷得团团转啊！小红，还不给你岳父岳母奉茶？那个亲家，你看，咱们商量一下2个孩子的婚事。好。
我真的要和小倩结婚了。你老爹我亲自出马，这婚事还不是手到擒来？可是爸，那可是15亿的聘礼啊，您就一点不心疼吗？那块地本来就是给你的，你自己同意作为聘礼拿给宋家的。我错过了你大哥的婚礼，可不想连你的婚礼也错过了。你是我的儿子，宋小倩又怀了我们萧家的血脉，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又有什么好心疼的？再说了，宋海峰就这么一个女儿，他得拿整个海丰集团来当嫁妆。靠，也对哦，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走，去吃饭。海丰到底是何方神圣，如此天价聘礼，真的是砸得我宋某人无话可说。刚刚还说要反对我和萧红的婚事呢，现在倒好，人家聘礼100上，你就一下子转变态度，亲家公都叫上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卖女儿呢。女儿啊，之所以要门当户对，还不是想让你嫁过去过得好一点。15亿的商业土地，萧红没有一点犹豫就拿出来给你作为聘礼，这份心意就是对你的爱意，我无话可说，没法拒绝了。你说萧家给出这么大的聘礼，咱们给女儿的嫁妆呢，可要如何准备？女大不中留啊！想不到我宋某人打拼半生的身家都要便宜那小子了，哼！15亿聘礼而已，那萧图倒也是个人物，这是在将我一军呢。也罢，只要他们萧家善待我的女儿，我宋海峰也没有任何遗憾了。海丰集团就是嫁妆。爸，谢谢你。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有没有哥哥姐姐帮我点点赞呀？支付成功。爷爷，你在看什么呀？这些钱对我来说都只是数字而已，能换来女儿的笑容，比什么都值了。三姐，小白又给我房间刷人气了，哈哈，我要逆袭了！看你激动成什么样了，咱们缺这点钱吗？1亿的嫁妆和1000根金条，加上老爸生日那天转的5000万，我现在账户里已经有1亿5千万的巨款了，有爸爸疼爱的感觉，真好。爸，肚子里的外孙女一切正常，你就放心吧。那就好，我得亲自陪你来检查才放心嘛。对了，小林，生完孩子你有什么打算吗？我之前是做女装销售的，生完孩子，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想往这方面发展。苏林是我的偶像，我要做到他的那个位置。苏林？对啊，就是国内女装品牌排名第1的佳兰集团的董事长苏林，她可是我的偶像，女强人。我收养你，培养你，等你长大成人，随时找我报仇。你等着，是你吞并了我们苏家，这一辈子我都不会放过你。董事长，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所有分公司的经理都到了。萧图，萧图，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我听说了你的事情，本就打算找你报仇的，没想到你就这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小丫头，好久不见，长大了，也变漂亮了。萧图，你个混蛋！哎呀，你这个小脾气，还跟当年一样烈啊！看来你这些年过得很好嘛。萧图，你可是我的大仇人，我岂能过得比你差？今天的会议取消，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萧图，25年过去，你是一点变化都没有，而我却是变老了。是啊，你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整天叫嚷着要找我报仇的黄毛小丫头了。当年的真相到底要不要告诉她？她能承受这个打击吗？好了，我现在回来了，你要找我报仇，随时欢迎。不过傻丫头，当年你可是欠了我一些东西，没错吧？比如这女装品牌佳兰，好像我当年离开时，书房里有一份商业计划，就是女装品牌的规划。看来你抄了我的创意啊！这么说来，佳兰能有现在的规模，也有我的功劳。对啊，我就是抄了你的商业计划。
你能把我怎么样？我不否认有你的功劳，但这也是你欠我们苏家的。当年你吞并我父亲的产业，就该想到有一天别人也会吞了你的东西。不仅仅是创意，你的创业资金也是我的吧？当年留在书房里的，除了那份商业计划，还有抽屉里的几根小黄鱼呢。那又怎么样？大不了我赔给你便是。好啊，这可是你说的。算上创业资金和商业计划书折算的话，就当你欠我是10个人情吧。先把这10个人情还完了，后面要找我报仇也不迟。萧图，你怎么？你们苏家人不认账，还是你怕了我？我怕你，真是做梦。就这样和说定了，欠你会还你，还完了之后，就该你偿命的时候了。没问题。萧图，叶鹏是不是找过你？当年那批人当中，也只有叶鹏还认我这个当大哥的。那我先还你第一个人情。听好了，最近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叶鹏见了你之后，安邦几家企业便各自运转，已经在密谋对付富力集团了。他们联合起来制裁富力，这几家集团正是当年你选的那批人掌控的企业。什么？老洪那几个人干的。他现在手上有安邦地产，联合了天泰、金科、贾家房地产，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公司。安邦、洪安远、天泰、赵长歌、金科、沈聪，这几个人都是我一手带起来，如今看来都是养虎为患，敢侵占我的资产和股份，这些白眼狼，既然你们不讲情义，那就别怪我心狠。丫头，洪安远他们几个做了什么？叶鹏的富力地产最近在临海市开发了一个楼盘，主打高档豪宅，本来一切发展的好好的，但是几天前，以洪安远为首的安邦地产开始对富力进行打压，他们向银行施压，迫使银行和福利集团终止了贷款供应。另外，他联合安邦、天泰、金科房地产的楼盘，同一时间低价兜售。他们还放出狠话，要封杀富力，让叶鹏的身家在数月内蒸发70%。他们有这个能力。萧图，你回来之后，我发现洪安远等人和一些人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其中就包括了国内私企排名第3的安宁电器的董事长宋朝阳。安宁电器，宋朝阳，身家1000亿以上，但没有人知道，宋朝阳当年只是我扶持起来的代理人而已。你们这些忘恩负义之徒，现在摆明联合起来了要对付我，害怕我回来取回属于我的东西是吧？叶鹏是受我牵连了，只有叶鹏对我忠心耿耿。他们以为击垮了叶鹏的富力集团就能彻底击垮我。你求我啊！嘉兰现在的资产达到了1000亿级别，我在公司里绝对占股，手头上能调用的资金应该有100亿左右。只要你求我，我可以把这笔钱借给你去对付那几个叛徒。借钱不需要，不过我确实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算是偿还一次人情。帮我注册一家公司，名字嘛就叫鸿蒙。鸿蒙？当年在美国华尔街打得一帮欧盟财团抱头鼠窜的庞然大物。当年萧图失踪，鸿蒙集团一夜间轰然垮塌。现在萧图回来了，鸿蒙涅槃重生了。萧图果然还是像当年那般惊世骇俗。这件事，我会让人去办的。我很期待那群叛徒看到鸿蒙归来时，脸上会露出何等表情。叶总，联商银行终止了咱们那一笔60亿的贷款的审批计划。安博刚刚开了发布会，他们旗下第一豪宅品牌御前满阁正式对外发布销售，力压我们新开发的楼盘。不仅如此，据说欧洲的几位超级大佬也和安博地产达成了合作，会在御前满阁买房。哪个超级大佬？查尔斯·图坦。什么？居然是他！查尔斯·图坦，宏亚资本的绝对掌权人。宏亚资本可是资产过1000亿美金的超级金融公司，在欧美实力强劲。而这个查尔斯·图坦还是共济会3位会长之一。共济会是全球最神秘的组织。许多历史名人和国际大佬都是共济会的成员，在全球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要是这位查尔斯·图坦跟安邦合作，绝对会吸引无数人趋之若鹜。谁不想和超级大佬当邻居？安邦这一招太狠了，还有天泰、金科等房地产集团都发动各种优惠活动，纷纷对标咱们富力的住宅项目，摆明了就是要把我们干废。富力如何能同时抗衡他们5、6家房产大鳄？看来败局已定了。叶鹏，你小子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一下，是不是不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了？肖大哥，你知道了？我当然知道了，这件事你不用担心，我来解决。另外，我重新注册了鸿蒙公司。太好了，肖大哥，你不知道我有多怀念以前的那段日子，看来又可以跟你一起征战沙场了。那今晚就是第1场战役，你要与我一起同去吗？洪安远、赵长歌他们几个举办了一场聚会，据说要招待一个欧洲来的大人物，我让苏丽给我搞到了几张邀请函，我准备去会会这几个叛徒。去，当然去，肖大哥，我给你打头阵。需要我陪你去参加酒会给你撑场子吗？现在的酒会可不是25年前那套玩法了，那些背叛你的人现在一个个身份不凡，你在他们面前可啥也不是，卑微如尘土。不用，几个不认主的奴仆而已。
我给他们的才是他们的，否则吞了多少，10倍给我还回来。您接下来的行程，晚上有一个由华夏富商举办的欢迎酒会，对方公司与咱们有项目合作，这次想邀请您在他们公司旗下开发的豪宅小区落户。萧，我的恩人呐，我来找你了。最新消息，萧图给他儿子收购了一家超市，还在华州君庭买了2套别墅。他哪里来的钱？难道是叶鹏？可是他那边我们盯着，最近没有什么资金上的流动啊。应该是国家的赔偿。那个人你们也清楚，手段匪夷所思。当年他有多少钱，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在90年代，他能拿出一大笔钱给我们，谁敢说他没有后手？总之不管了，25年过去了，我们也不是当年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了。没错，现在我们都是超级富豪。他如今归来，就算当年留了什么后手，又能如何跟我们抗衡？他现在最大的助手就是叶鹏，那家伙就是个傻瓜。当初就劝过他跟我们一样，把集团收为己有，可他就是不干。只要我们联手吞掉福利，萧图就算有什么后手也没用了。好了，先不管那个人了。今天我们联合招待查尔斯，这是个和共济会打好关系的绝佳机会，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放心吧。萧哥，好久不见啊！对了，萧哥，当年找你借的那笔钱我还给你。当年你那100万啊，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也不是小气的人，这1000万就是我对你的回报。说起来，安邦还是我建立的，100万我占了80%的股份，你这1000万算是买下我的股份吗？什么股份？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明明说好的，我跟你借了100万用来创业，现在我给你1000万，也算没有亏待你了吗？呵呵，我还真是没有看出来你的演技这么好。别装了，你我都不是善茬，你现在这副模样只会让我觉得恶心。狂妄，这里不欢迎你。萧哥，你也看到了，今天这场酒会也不是你这种身份的人能来的。在场的诸位，哪个身家不是超过100亿？你出现在这里，格格不入啊！萧哥，趁现在还有机会，1000万收了，算是留给你自己养老吧。滚！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现在居然反悔咬主人了。洪安远，我还干你现在混得好了，可在我的眼里，你还是当年那个求我赏一口饭吃的穷小子，比狗都不如。萧图，你别给脸不要脸！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也不想想。当年要不是萧哥拉了你一把，你能有现在的身份地位？还有你们，当年一个个都快吃不起饭了，是谁让你们一个个过上富裕的生活？萧图，你给我等着，我现在没有空搭理你。来，哈哈，查尔斯先生，欢迎欢迎。你好。查尔斯是宏亚资本的掌控人，全球富豪榜排名56，这才是真正的大佬级别的人物。他还是共济会的大佬，一个让所有国家都不敢忽视的超级组织。我们今天都是想认识这位大佬的呀。要是能搭上一丝丝关系，对我们的生意都是极大的帮助啊！跟他成为邻居。小图，看到没？这就是我现在的实力。共济会的超级大佬都是我的座上宾，你拿什么跟我斗？难道查尔斯认识萧图？萧，天哪，真的是你！萧，我的恩人。嗨，查尔斯，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萧，我终于找到你了。可以啊，查尔斯，现在都当上共治会的会长了，好歹是个大佬，顾及一下形象，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你现在可是大人物了。萧图怎么认识查尔斯？两人的关系如此不简单，查尔斯还叫萧图恩人，怎么可能？萧，
我之前在空客 A340航班飞机上看到你的名字，才知道你这些年发生的事情。难怪以前我每年来华夏寻找你都找不到你。对了，萧，你在这里干嘛？你也认识洪先生？你说洪安远，我们可不算朋友，仇人还差不多。哦，那我懂了。萧是我的恩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他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完了，这是要功亏一篑了吗？对了，查尔斯，你不是要买房吗？来，胖子，给你介绍一下共济会大佬查尔斯先生。查尔斯，这是我朋友，手上开发了个小区叫盘龙苑，里头有一些不错的房子。以后你来华夏了，咱们离得近。那太好了，那我一定要在盘龙苑买房，我也会介绍我认识的朋友们来这里买房的。给力啊，查尔斯！这样一来，洪安远等人围剿富丽的计划就泡汤了。查尔斯，你说的是什么朋友？好莱坞著名明星安吉丽娜，还有法兰西之花著名天后艾丽叶小姐，好莱坞大导演罗伯茨，迪拜王子阿拉斯塔，国际足球先生梅西等等。当然，我还会建议我们共济会的其他成员，各行各业的名流权贵，让他们都来你的朋友这里买房。果然够兄弟！天哪，这人是谁？竟然和共济会的大佬有着这样深厚的交情！你们听到没？查尔斯要邀请全球的名人来盘龙苑买房，大明星、大导演，我的天啊！查尔斯在共济会的权威很大，他说的话一般都一呼百应。哪个年轻人认识这么一位大佬，以后在全世界都可以横着走。查尔斯，咱们走，这里没有什么好待的，我请你撸串喝啤酒去。好。走。大佬都走了，这酒会还有什么意思？晚宴都还没开始，人都要走完了。我们这次的酒会成了天大的笑话了。比这个笑话更让我们恐惧的是萧图的实力，要想尽一切办法对付萧图，否则他就要收回所有我们在他手中得到的一切了。萧，姓洪的那些人是怎么回事？没什么，就是狗咬主人罢了。太可恶了，萧，我支持你对付他们，资金和人员需要的地方我都全力配合你。查尔斯，资金的话我暂时不需要。据我所知，你手下有一批金融精英，对吧？他们最擅长在股市聚集，吞并其他企业。萧，你有需要的话，我马上把他们喊到华夏来，任凭你差遣。我正需要这样的人才。萧哥还是那个萧哥，当年的厮杀的血腥战场又要重现了。洪安远，你们这些叛徒，你们的末日到了。咱们和他们的混战就要开打了。洪安远打压你的富力集团，妄图来对付我，那我就不会顾及当年情谊了。他既然宣战，我便应战，打蛇打7寸。那批人中，洪安远先跳出头，那我便先解决了他。我第一个吞掉他的安邦集团。这栋大楼你能给我用作鸿蒙的总部，非常感谢，算你还我的人情了。还欠这小子6个人情，等还完后，我就要正式向他发出复仇的怒火了。萧大哥，查尔斯太给力了！他在富力名下的高档豪宅盘龙苑买房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国内的富人圈子都疯了。这些天，我们盘龙苑名下的豪宅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了。短短几个小时，我们就回流了30几个亿的资金，而且银行那边之前卡住的贷款审批也第一时间批下来了。同时，收到了国内外10几家顶级房地产企业的合作邀约，我们富力的危机彻底解除了。富力危机解除，那么我们的计划正式开启。视频里的人不是凯文吗？号称华尔街之父，华尔街最厉害的操盘手。这背景是湘江的国际金融中心。萧先生，我们都准备好了。很好，100亿已经打到账户了，你们可以开始操作了。查尔斯太强大了，我萧大哥更加强大了。很好。找到安邦违法违纪的资料就靠你们了，继续深挖。叶部长，有件事儿，我想请您和上头的领导帮帮忙。我手头上这份资料，希望有关机构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调查。毕竟我是一个合法公民，发现违法犯罪不能袖手旁观。关于安邦集团的，今年民企排行前100的安邦，萧先生，您确定吗？我确定。我会向上头汇报的。这份资料若是真的，上头定会依照国法严肃处理。我上头有人。洪总，我们的股价跌了，早上到下午2点，已经下跌了0.8个百分点了。该死，为什么会这样？按计划，我们的豪宅很快就会销售一空，没想到查尔斯倒向了萧图，导致我们才出售3套，还被投诉有质量问题。汇丰银行的贷款也被拒绝了。一定是萧图在背后动了手脚，我不会认输的。马上找其他银行
一定要拿到那50亿贷款，联络所有名流明星入驻御前云观，折扣给到最低，通知市场部立刻展开地价销售。什么？短短几个小时就跌了0.9%，再这样下去，公司很快就完了。小图，我不信你有这么大能耐。肖大哥，我们要进场了吗？这才下跌1个点，距离我的目标还早，多点耐心，胃口会更好。Kevin, you're clear to enter the market. Start buying shares of Anbank. Yes, boss. Let's get to work, guys. 小图啊，小图，我还真是要感谢你啊！当年集团上市，我忍痛舍弃一部分股份，现在股价狂跌，正是我低价回购的好时机。我手里现在有整整100亿。小图，你拿什么跟我斗？朝阳答应借我30亿，赵长歌他们也凑了50亿，加起来足足180亿。想不到当年跟你情同手足的人，都会来帮我跟你作对。Mr. Shou, we have now acquired a 16% stake in Anbang Group. However, a competing force has emerged, vying with us, and they have also snapped up a large number of Anbang shares at low prices. Is that old fox Hong Yuanyuan? He's no fool, that one. Judging by the volume of his purchases so far, he would be sitting on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capital. What's our next move, Mr. Shou? Don't worry. He won't be able to keep this up for long. 洪安远，你真是胆大包天，这些铁证足以让你彻底完蛋。肖大哥，最新新闻，洪安远因为经济犯罪，今天被官方控制了。洪安远完蛋了，他这回完蛋得很彻底，安邦股价已经跌了46%，千亿市值缩水1半，洪安远身家蒸发80%以上，还得蹲大牢。肖大哥，我们彻底赢了。小兔，你的能耐一如当年，还是那般强大恐怖，这么快就击垮我了。肖图，洪安远，别来无恙。你是来嘲笑我的吗？你选择背叛我的时候，就应该料到有这样的下场。宋骄阳他们已经放弃你了，你现在只是一枚弃子。是啊，墙倒众人推，我已经没有任何翻盘的希望了。开门见山吧，我今天来是为了你手上的股票。随着你入狱，你手上的股票将彻底一文不值。把股票卖给我，你坐牢出来后好歹还是个富家翁。小图，你好狠！败局已定，我已然是待宰的羔羊，还有什么资格抵抗？能给多少钱？1个亿。小图，你个混蛋！市值几百亿的股票，你想1亿就全部吃掉？1个亿养老是你最后的选择，你也可以不卖。我把手中28%的股份抛售，安邦股票就彻底不值钱了。这100多亿我亏得起。果然，我还是斗不过你。好，我卖了。好，我律师带来了，现在就签协议吧。肖大哥，你的心还是太好，像洪安远这样的小人，就不给他留1分1毫。他没机会了，非法经营罪、内疚罪、买凶杀人，洪安远最起码要在牢里待20年。他的女儿也在帮他做这些事儿，一个也逃不掉。这1个亿给他也没法花。洪总，您的瑞士银行账户进账了1个亿。同时，洪总有一个坏消息，您的儿子和2个女儿在海外都被警方控制了，因为参与了您公司里的非法行为，他们都逃不过牢狱之灾了。小图，果然这才是你的本性，赶尽杀绝。小图，你够狠，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好过。
一直以来，你不是都想保持低调吗？喜欢化身在黑暗中操控一切。这一次，我要把你拖下水，把你的所有事情暴露在阳光下。这些水军会把你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肖大哥，经过凯文这个金融高手的操作，加上从洪安源手中收购的股票，我们已经彻底掌控了安保地产。现在安保股价狂跌，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下一步，召开董事会，将洪安远踢出局，然后开始一系列维稳措施。放心，我会让安保集团起死回生的。肖大哥，你说能办到的事情，就一定能办到。儿媳妇，这张卡里有1000万买菜钱。有钱了就是不一样啊，菜钱就1000万了，我的妈呀！之前可为了油盐酱醋整天发愁，1块钱掰成2半来花呢，还是有钱的感觉爽。小家伙们又长高了不少啊！这段时间爷爷挺忙，都没有好好的陪你们玩呢。你们这么奇怪的看着我干啥？爸，今天网上全是关于你的新闻啊！我们大伙这才知道你25年前就已经这么牛逼了。是啊，爸，25年前你就拿出上亿的资金拉拢一批人开公司，横跨地产、零售业、电器制造业等10股行业，称霸商家，还成就了如今数十家华夏民企500强企业。爸，当年的鸿蒙震惊华夏，甚至国外。这些天你又重建鸿蒙，王者归来，太猛了。这些消息的散播，看来是洪安远的动作。这家伙是想挑起我和当年那批人的冲突和战争吧？没关系，那批人一个也逃不了。我只不过是把我们肖家被别人霸占的东西夺回来了。这些天，我把安邦集团重新掌握在手中了。老二，你学历最高，又是搞房地产的，安邦集团就交给你管理了。好的，爸，我会用心的。我勒个去！我就要掌控安邦这个市值1000亿的地产企业了，从底层到巅峰就这么简单？老公，当年的鸿蒙公司重建，鸿蒙的老板名叫肖图，居然和我们亲家公是一个名字，你看，不会这个肖图就是亲家公吧？小秦，你赶紧打电话给肖红确认一下。萧红，新闻里鸿蒙老板是你爸吗？是啊，怎么了，宝贝儿？爸妈，新闻里的肖图就是萧红的爸爸。亲家公的实力恐怖如斯呀！告诉你们一个更炸裂的消息，安邦集团是萧红的，他爸直接送给他了。什么？就是市值上千亿的安邦地产集团？亲家公刚吞并安邦就给萧红了。老公，咱们海丰集团市值顶天也就50亿吧？是啊，当初还小人之心，舍不得当嫁妆给萧红。其实，在人家眼里，咱们的集团微乎其微啊。女儿，你知道一句话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们宋家能不能再上一层楼，可就靠你了。爸，有这么夸张吗？当一个人的财富到达某种高度，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影响身边所有人。现在你公公萧图就达到了这个高度，不行，你们的婚事必须提前。原来我的岳父这么牛逼啊！作为他的女婿，肯定要带我起飞了。据说安邦要破产了，2000多号员工要失业，别谣言说中。鸿蒙已经接手安邦，会有办法的。临时股东大会马上就开了，很快就知道答案了。就是这2天吵得沸沸扬扬的鸿蒙公司，肖图这个人实力恐怖，安邦这下有救了。洪安源已经被踢出安邦了，谁当董事长无所谓，只要别让我们的股份蒸发就行。亲家公，这些是我带来的管理精英，女婿今天接管安邦缺人手，让他们来助阵。女婿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谢谢亲家公了，股东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上楼开会吧。自我介绍下，我叫肖图，是安邦集团的新股东，同时也是最大的股东。不出意外的话，也是你们的新任董事长。谁让我的股份最多，以后我就是安邦集团的大 boss，你们都得听我的。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洪安远留下的烂摊子，我萧度全部接下。我可以和各位保证，你们的利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当然，现在的安邦面临危机，我也将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克服，让安邦地产回归巅峰。可能有人会问，我凭什么这么有底气？很简单，因为我叫萧图，这是我的次子萧红。现在我宣布一项新的人事任命，在此我宣布，任命萧红为安邦地产有限公司的新任总裁。难怪长得这么像，感情是太子爷呀！这也是萧度给儿子撑场面啊！以后谁敢不听他儿子的，那就没有好下场喽。诸位，我是萧红，很高兴和诸位共识。萧总年轻有为，以后我们安邦有福了。萧总客气了。好，接下来关于集团内部管理层的任命安排就交给新总裁了。新的任命和劝退名单，我现在宣布一下。妻子萧红被任命为安邦地产。萧图啊，萧图，还以为你会站到台前来，没想到你竟然把自己的儿子推出来，成为安邦的新任总裁。萧图，你和25年前一样，如神话一般，从无败绩，但你还是有破绽。哈哈，你的家人就是你的破绽。你有5个儿女，2个孙子，这些都是你的软肋，我就没有弱点。我可不像洪安远，我找到萧图你的死线了，必将一举击倒你。小林啊，你可是在华哲君庭销售部当经理的人物，过来做我的秘书，是不是太屈才了？萧总，多少顶尖人才做梦都想做你的秘书，承蒙您看得上我，才给我这个机会。华州君庭怎么能跟安邦集团相提并论啊？能做您这样传奇人物的秘书，是我的造化。爸，柳烟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岳父岳母要来临海了。儿子，怎么了？岳父岳母对我挺好，之前那套房还是他们拿出了50万存款支援了我们。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跟他们说我们家很有钱的事情。这次他们过来，我想给小舅子柳成买一套全款的房子，算是报答他们二老的恩情。可是临海好一点的房子也要近1000万，买个屁呀！咱们家就是干房地产的，到时候给柳家挑几套豪宅便是了。听儿子的语气，他岳父岳母对他不错。既然这样，我萧家当涌泉相报。林雅丽，临海最高档的珠宝首饰店在哪儿？要最好的、最贵的。萧总，鸾凤楼。这是一家只针对高端客户的首饰店，由国内珠宝传承世家杨家建立，在国内外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好，以我的名义让银行准备1亿现金，还有1000根999金条，然后你再联系叶鹏和萧红，富力和安邦2家房地产旗下最好的豪宅的房子都给我挑几套出来。萧总，你这是……我老萧家对不起亲家，这是给亲家不上的聘礼。徐丽，别说姐妹不照顾你哈，我们萧总可是超级大客户，今天我给你带来了，这位是我的老板萧图。好年轻，好帅啊，又多金，简直是人间极品男人啊！萧总你好，我是鸾凤楼的销售徐兰，我一定好好服务您。我要给儿媳妇准备聘礼，选几项最好最有档次的珠宝首饰。什么儿媳妇？萧先生看起来也才20多岁，怎么就有儿媳妇了？不会是在说笑吧？有钱人的世界，咱们普通人不懂啊。好的，萧先生，这边请，我去给你拿几件狠货。那我就……萧总，这是6克拉的彩钻项链，这是祖母绿级别的翡翠镯子，都是由国际级大师手工雕琢的饰品，每一件都极为华丽富贵，散发着匠心独运的味道，价格都在1000万以上。还有没有更好的？这东西不错，应该拿得出手了。萧先生好眼光，这是我们鸾凤楼的镇店之宝，名为海上明月，是一颗萤石夜明珠，直径66厘，重量90980克，通体呈翠绿色，没有任何瑕疵和条纹，在夜幕中会发出由绿到白的荧光，极为壮观华丽。当时花了1个亿，海上明月作为镇店之宝，享誉国内外，属于鸾凤楼的非卖品，实在不好意思了。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稀世珍宝啊！这颗夜明珠不管多少钱，我要。萧总，这颗夜明珠由杨家第19代传人杨世宗在10年前花费1亿巨资购得，这些年不断有国内外富商豪客看中这件稀世明珠，出价10倍的价格，鸾凤楼也不曾出让。实在抱歉，恐怕不能如您所愿了。徐兰，你开个价嘛，萧总身价不菲，再多的钱他都出得起。鸾凤楼开门做生意财嘛，要不你跟上面汇报下。林姐，萧总，这事儿是鸾凤楼的铁令，出多少钱老板都不会卖的，请您2位理解一下。等下，
你们老板是不是叫杨云海？啊，杨云海先生是我们鸾凤楼第17代传人，如今早已90高龄，早就退休了。那就对了，徐小姐，烦你给杨云海先生打个电话，就说肖图来访。好的，肖先生，我马上去跟经理汇报此事。你们请移步休息区稍作等候。肖老弟，真的是你呀！我等的你好辛苦啊！杨老哥，好久不见啊！老爷子，千万保重啊！小总，还不过来拜见你肖叔叔？这肖图看起来这么年轻，也就20来岁，我好歹也40好几的人了，真要叫他叔叔吗？爷爷的话不能不听啊！拜见肖叔。好，小宗，还记得爷爷跟你说过28年前我鸾凤楼遭遇打劫，被那帮鬼子设计陷害，差点丢了国宝败光家财的事儿吗？您说过，当年鸾凤楼大难是萧叔挽救了鸾凤楼，挽救了杨家。不错，当年是你萧叔仗义，拿出钱来帮我赎回了国宝，并借钱给我们杨家重新竖起了鸾凤楼的招牌。杨老哥，严重了！我当年说过，所以鸾凤楼其实是萧老弟你的呀。我等了你28年，终于等到你了。老哥，万万不可！鸾凤楼是杨家的100年基业，我当年不过是投了点小钱而已。不，鸾凤楼就是你的。现在我终于可以将鸾凤楼亲自交到老弟你的手上了，你有意见吗？孙儿没有意见。萧叔，你失踪这20多年，爷爷一直都提起你，从小他就跟我们说，这鸾凤楼是你的，我们杨家只不过是暂时帮你打理而已。老哥，你要把鸾凤楼给我，我可是不敢接啊。不过倒是有一物，就是这颗大明珠，我挺喜欢的，准备送给亲家。你要是乐意，不如把这明珠送了我，然后咱们2家那笔账就两清了，如何？老弟，你这是给我偌大的恩情啊！既然这样，就按你说的办吧。你永远是我杨家的大恩人。哈哈，那就这么办。鸾凤楼这样资产过亿的企业，竟然也是肖总的。肖总太帅了，帅爆了！小燕，你在哪儿呢？我在家呢。你还骗我！我刚刚就在你们家门口呢，刚敲门，出来一个陌生男的，说这是他家。他说房子是他刚买的，你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怎么把房子都给卖了？你个傻丫头，快跟爸说，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爸妈，你们先在咱们家楼下等着，我等会儿过去接你们。我告诉你，你大伯、小姑他们2家子都一起跟来了，你可别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出丑。老公，咱爸妈来了，还拉了一帮亲朋好友，说是自驾游，你去接一下他们过新家来吧。爸，我岳父岳母们到了。好，我知道了。这样，正好是饭点了，咱们给庆夏接风洗尘。我给你发个地址，待会儿你带人过来。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安排？当然，咱们老肖家对不起柳家，当年你结婚时我不在，给人家的聘礼也上不了台面，正好趁今天把之前亏欠柳家的都给你弥补了。我去，顶级豪车啊，1000万打底！没想到这个小区还有这么有钱的人啊！爸妈、大伯、小姑，这不是萧寒吗？难得你有心了，还特地去租了一辆豪车来接你爸妈。大伯，这车不是租的。哈哈哈！哟，那就是找朋友借的喽。看不出来你小子还认识这样的有钱人啊！萧寒，都是一家人。花那冤枉钱做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租一辆这样的豪车，不知道该花多少钱了。咱不说这个了，爸妈、大伯、小姑，小妍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这会儿正好是饭点，我先安排你们去吃饭。正好我爸也回来了，我们2家正式见一面。那好，正好有些事儿，我也要和亲家说说。你们萧家有些事情处理得很让我不满意，还不去前面带路？爸妈，你们坐我这辆车吧。二弟这女婿这次倒是学乖了。知道搞个豪车给我大哥一家长脸面了，好像我们不知道他们家底细似的。这是什么地方呀？好气派呀！这可是老爸的朋友的产业，堪称临海市最顶级的私人会馆了。你好，那个亲家，你好，你好。诸位远道而来，辛苦了，咱们先吃饭吧，边吃边聊。哇，好漂亮啊！
妈，你们老萧家搞什么名堂？请我们来这种富贵的地方，得花多少钱啊？你们就别管了，反正事情很复杂，我只能跟你们说，萧家跟以前不一样了。总之，你女儿我真的是嫁对人了。太好吃了，亲家，这家餐馆的厨师手艺了得啊！先前还想找女婿的麻烦呢，现在看你这副嘴脸，刘大哥喜欢便好。这家松南会馆的主厨是薛震大师，他曾经是国宴掌勺，做出来的饭菜自然极为可口。什么国宴掌勺？亲家，这也太破费了吧！没多少，这是我朋友开的，你们就当自家产业，想吃多少吃多少。好。夜明珠，这真是夜明珠！我的乖乖，这是夜明珠！小燕，这是在做什么？亲家公，我是真的把小妍当成我的女儿了。而这颗明珠呢，名为海上明月，象征掌上明珠之意。之前我不在，委屈小妍了。正好今天双方家长都在，我把这颗明珠送给小妍，算是我们萧家补贴小妍的聘礼。亲家，您的女儿便如这颗明珠，是稀世珍宝，她能嫁给我儿子，是我们萧家的福分。这是1亿01元现金，取1里挑1的意思，还有这1000根金条，象征千金贵胄，也是给你们老柳家的聘礼。爸，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小妍，委屈你了，谢谢你愿意嫁给我这样一个人。小妍，我爱你。亲家，这使不得啊！二弟，你还不快快谢过亲家！我的天，去年有一颗夜明珠拍卖出了2.6亿，我看着图片明显比现在场上这颗还小了一半，色泽和品质也差了许多。这夜明珠到底能值多少钱啊？海上明月这颗夜明珠，曾经有湘江富豪出到了10个亿，原主人也没有卖。我的妈呀！这感觉实在太爽了！今天在柳岩家人面前，算是彻彻底底扬眉吐气了。小妍，将聘礼全部收好。这颗夜明珠价值巨大，我会派安保团队送到你们家。当然，亲家要是愿意在临海定居下来，那便更好了。这几套房产里面有几套房就在咱们家附近你的盘龙院，也是咱们萧家的产业。对了，小妍，你还有个弟弟是吧？他叫柳成，在震旦大学读大4，马上就要毕业了。咱们家现在的产业，比如安邦、永汇、富力这些，要是感兴趣，毕业后直接免试进入公司，好好干个3、5年，包他一个高管职位。要是想创业也好办。萧寒，你这个当姐夫的，就给小舅子支援个1000万做创业资金。天啊，二弟家真是好福气啊！我女儿以后能嫁入这样的家庭就好了。那个亲家，这也太夸张了，我们承受不起呀！应该的。小妍，以后多照看点娘家这边，你爸妈把你养大不容易，有什么事儿也要多帮衬下弟弟。666啊，人家娶媳妇儿都是怕遇到伏地魔类型的女人，这萧家赶着帮媳妇儿扶弟弟，霸气。好了，亲家，别多想，这些都是我萧家的一番心意。大家没吃饱吧？咱们继续吃饭。老大，你执掌的永汇超市已经是华夏国内市场份额第1的连锁超市了。爸，已经在计划之中了。靠您在国外的人脉关系，打通海外市场就是时间问题。老二啊，
这1年来，我不得不夸你啊，那1000亩地被你盖了世界第1高楼后，安邦集团成为了全球第1的房地产公司了，无人能敌视，有我的风范。还不是老爸你的基因好，继承了您的才华吗？要说小林才是最勤奋的，孩子刚出世就为了梦想投身服装行业，现在已经做到国内第1女装品牌。怎么样？现在你已经超越你的偶像苏玲了，算是圆梦了吧？爸，我努力只是一小部分呢，都靠你在其中帮忙。你小子啊，让你做纨绔富二代，你倒好，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你的经纪公司几乎把如今当红的女明星都招揽在旗下了。今年上映的电影分账也有好几十亿了吧？我已经很努力的在纨绔了啊，不曾想玩着玩着钱没有挥霍掉，还越赚越多。没办法呀，小女儿，你的公司研发的那款游戏今天势头很猛啊，我看各大应用商店的下载量都排在第1，现在活跃玩家应该和王者差不多了吧？已经持平了，明年就能超越王者，成为当下最火的手游了。好好好，你们都很给我争气。你们年轻人慢慢打拼吧，我要每天陪孙子玩喽，享受天伦之乐。小哥，我们4个的公司在这1年里，你用尽了各种手段，已经被你实际掌控了。我们不仅失去了所有，我们4个都还负债上百亿。我们知道这是你对我们当年忘恩负义的报复，我们罪有应得。但求求您不要赶尽杀绝，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好吗？是啊，萧哥，我们知道错了。看在我们当年跟你一起打拼天下的份上，萧哥，我们混蛋，让我们在临海市活下去吧。萧哥，我彻底服你了，你是我们永远仰望的神，让我再跟你一起混，我一定不会再背叛你了。你没有资格求我。小哥，再给我一次机会。1年前，你为了对付我，竟然动我的儿子，哼！失败后还敢绑架我的孙子，幸好我在道上有认识的大佬帮我解决此事，否则你今天就不是断腿这么简单了。小哥，这么说，我出的车祸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你对我的报复。我可没说，我这里不欢迎你，马上滚蛋！萧哥，求求你给条生路。你们现在知道背叛我当走狗的下场了吧？知道了，再也不会了。可以给你们一条活路，但是你们背叛过我，所以得给你们1年的考验期。这1年，你们就在安邦集团当保安，只要安安分分的。1年后我心情好了再说。现在负债100亿，若是能忍辱负重1年，萧哥愿意给我们活路帮我们，也算是重见天日了。好的，萧哥，这一次我们一定忠心不二，好好当保安。那滚吧，明天到保安部报到上班。叛徒是不能被原谅的，我要看着你们在我的面前狼狈，然后再绝望。刚出炉的华夏富豪榜，你是华夏的首富，名利罢了，我并不在乎。我欠你的10个人情已经悉数还给你了，我从现在起不欠你。好，但还是说声谢谢。这1年你帮的忙都很关键，要不然我不能这么顺利走到今天。现在起，我要收回你欠我的了。接下来，我会疯狂地对你展开报复，为你当年害我苏家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当年的真相，还不是时候告诉他。